性别平等教育法伫顶礼拜五三读通过了后，今仔日也甲性别平等工作法，也有性骚扰防治法修正草案拢三读通过。另外，针对着外一家的这个条例呢，也已经三读完成了。未来严格排除杀人等等的同罪犯级人选，卖明定上无服刑爱超过1/3刑期，累犯爱超过1/2的刑期，而且爱符合会使假释前1年的资格。若准是贪污者，就要甲这犯罪所得录入户清，才会当参加外一家人选。立法院这个会期第2届临时会，30日是上尾一天，要拼完成性平3法的修法，处理性别平等工作法、性骚扰防治法内底有争议的条文，嘛要确定宽赦性骚扰的定义。很遗憾，在这一次性工法有关申诉机制的部分，并没有纳入公务员在员工或顾客人数超过10人以上，才有要求要建立申诉管道。性别工作平等法名称修正为性别平等工作法，条文修正通过。另外，外界真关注的外役家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就算各党拢认为应该爱向外役家遴选条件的方向来修法，不过条约对外役家消极资格、甲缩短刑期的规定，也受无同款的见解。假释出狱前1年才可以去外役监，删除累犯得申请外役监的规定，吸食毒品。还有持有的，通通不能去外役监。重大经济犯罪还有包括这个贪污治罪条例等这些重罪的都应该不可以再去外役监。就过去外监的事件的一些漏洞，我们认为在这次的修法要尽快把它补上。记者综合报道。